母语的重要在于灵魂跟灵魂之间的连结。母语不懂，它会窄化原住民的文化的深度跟内容，文化的学习更肤浅。没有语言，你整个脉络是混乱的。从小到大的求学过程中，我们在教育环境里面没有接触到我们的母文化。那我会每天愿意开20分钟的车程带孩子来这边念书，是希望孩子不要忘记自己的根，然后不要忘记自己的母文化。一定的比如咱人国小喊下来，只在礼拜40分钟古比那那多吧，都能帮助孩子个等。啊，一定的一年都伊拉古全族语共学延伸来，那都唔忙在那米，那那都能帮助孩子教。台来伊都爱这个，把我拿来古拿着教能帮助。从小到大呢，我都是在北部国语环境下成长。我是来到这边才跟小朋友一起学习母语的。那这个地方对我跟小孩来说是非常重要，是让我们重新学习母语跟认同自己身份的地方。Utili lumaku, libahat ako itili, menanan upang sahay atili. Mahamak ko faluto ako maaraw kuwawan niyaro mafanak misanu panjah. Ano mafanak to kuwawan numita misanu panjah. Sa ay to kasawas kulikishi utamak nutu as. 这个母语学校全台湾唯一一群集体共事的妈妈或小孩，其实是奉祖灵之名哈，让我们的孩子有唯一，也可能是最后的一个契机。我们台湾人可以决定的，要不要支持原住民的语言活在台湾？从这个幼儿园开始，我们会心疼一个美丽的文化消失，不是因为阿美族的事情而已，是全人类的事情。